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高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有山便有水，有神便有鬼，有官有家，有头有尾。啊，我一摆吼咧讲即个话，咧评讲头甲尾相对比，结果有一个伯仔甲我讲，国情也无影，有诶头甲尾无相对比呢。敢有影？啊，你甲想，菜头甲菜尾解说敢有相对比？我头壳摇诶讲，啊有影呢？即两句话意思完全无合呢。菜头还菜头，菜尾还菜尾。啊，毋过普遍顶头甲尾，咱日常咧应用，拢嘛逐句都相对比。咱讲做工课爱有头有尾。咱讲社会甲人行搭的好头不如好尾。咱讲艰苦人伫社会，咱看着讲若带伫迄落风头水尾的庄头，实在是真歹种做。食风头，食水尾。这种日子真歹过，啊，过来哦，那逐句都对比是安怎样？菜头甲菜尾互相无对比，菜头还菜头，咱日常食饭伫咧做面配，定定市场拢看会到一种真普遍的农作物。啊，那菜尾咧，宴色煮青草，大家食饱，酒过三巡，菜色五品，包一寡菜尾倒转去，菜尾就是宴色食春的。古人包回去，沿暗搁再汤，迄句话，台湾人说出来，讲我这菜尾。啊，说咱的意思嘛会通理。虽然英国解说是安尼啦，毋过咱知影，即马原来有迄个总铺师专门咧煮菜尾菜，迄若熬料理熬烦恼的菜尾菜，介绍原来无软，毋过同样好食哩。啊，过来，再来举一个趣味的咧。台湾话讲尾，华语讲做头，敢有即落咧？我来讲一个六庄。一府六庄，120支庄尾，庄尾这句话若华语咧讲，你袂使讲转尾，你爱讲转头，同意思啊。转头你嘛袂当叫唤讲庄头甲我拿来，你要落啊门头壁，也是要落迄个庄仔壁，爱用无共支的庄尾。那台湾人咧讲庄尾几分呢？真艺术呢。毋知啥物款的原因对遮来讲，台湾人咧讲的庄尾，迄句尾。拄我华语咧讲转头迄句头，头甲尾淡遮无共语言咧描写共一种物件，介技巧。啊，总讲一句，过去咧说遮的话，无共款时代说出来，当然就无伫甲讲头一定爱甲尾相对比，毋则产生即款语言中间互相比拼的趣味性。